根据基比医疗体系统计，对5月中到6月底为止，该院执行新冠病毒核酸检验至少超过3万件。除了进前甲工业研究院合作建立的会规型自动检测的实验室，现在病院更加分层分流，将需要就医、出国或者是工作上需要检查的民众来分流，避免无必要的群聚感染。奇美医学中心为了便利民众、病人的新冠肺炎筛检，所以我们总共建置了3个筛检站，按照风险程度不同来做不同的分流，那这样也可以避免群聚的一个风险。那风险最低的出境的病人的采检，我们在所谓的我们4号门外面有一个出境的筛检站。那么风险中等的，就是在医院治疗的病人，可是他必须要住院或者要进到手术室、进到内视镜室来做进一步治疗的，那我们在25天桥也有一个筛检站。那么对一些有症状的或有接触史的，那我们是在医病门诊来采检，所以我们按照病人的这个风险程度，那么我们建了3个筛检站，我们希望让民众能够做到高品质的一个筛检，那么他可以在最低风险的这个情况底下，来接受。目前基比医学中心总共规划3个的筛检站，让无共需求的族群会用分流来预约。虽然人力的负担有较加重，但落实分流分地的 PCR 检验，让受检的民众嘛更加安心，避免排队的群聚，嘛让检测的过程更加节省时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